暑期就嚟 Trip Life 推出小中歐式風情酒店限時優惠，超性價比，一齊嚟睇睇。一、打卡歐洲第一大城，首選伊斯坦堡塔克西姆索菲特酒店。酒店臨近土耳其獨立大街、塔克西姆廣場，出行方便，打卡藍色清真寺。高級雙床房，大床房一晚，原價1929，限時驚喜價低至1447，體驗特色視野，住博索羅斯海峽景奢華房，原價1929，限時驚喜價低至1719。二、體驗俄羅斯超百年歷史酒店，首選莫斯科大都會酒店。酒店坐落於莫斯科中心地段，臨近紅場、莫斯科大劇院。Grand 高級間一晚，限時加送特列季亞科夫畫廊免費博物館門票，套票包含酒店早餐，原價3342，限時驚喜價低至2482。住宿券到期未用自動退款，使用前亦可以隨時退款。更多房型優惠套餐立即點開評論區鏈接睇睇啦，留言你最想體驗邊間。